由中嘉宽屏三观农相处厅举办的主播夏令营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伫每年用心的规划是用课程，嘛得到学校的学生甲家长的认同。今年第1场更加甲东区的大同国小来合作，有着学校的老师甲主任，带领1到6年级40位的小朋友参加。有着中嘉宽屏三观农相处厅的总经理陈建春，甲大同国小的校长李淑珍共同主持开幕式，勉励小朋友跨越学习。2天的课程，当然非常的荣幸，这边有机会可以跟大同国小的这个老师们这边来合作，共同来提供我们的学生有这样子的课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同仁们可以了解说，现在的学生们，尤其是年纪小的小朋友们，可以提供我们有一些新的怎么样对我们媒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那坦白讲，这边我已经之前就有耳闻说，大同国小其实对这个推广这个主播的这个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成绩，非常好的成绩。那所以也很荣幸说，大同国小可以有这个机会，让公司这边还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呢，我们中嘉让我们有大同国小、东区大同国小这个机会呢，能够利用暑假的时间，有2天可以来体验我们的小小主播摄影棚的一个体验营的一个活动。那另外呢，也谢谢我们利用暑假呢，我们摄影棚，我们的中嘉能够让我们运用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就是不管是技术啊，还是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做不一样的体验，非常感谢。那东区大同国小在这边非常感谢有我们好的讲师，有我们摄影大哥呢，还有我们一些我们大哥呢，都一起来做协助。2天的课程对摄影开始，邀请着巨汉摄影老师郭聪南，教导小朋友无共翕相的视野，对光线的控制、角度的照位到视觉的翻转，并且带小朋友到户外实际操作。很学很做。早上的那个摄影让我学到说要怎么去拉曝光，然后什么就是拍照的一些技巧。接续还有新闻节目的讲解，以及小小记者的采访演练，有着三观农相处厅联合节目中心的护理甲主播和小朋友来上课，面对面教导小朋友如何采访，并且接受小朋友的访问。像摄影机录在这里的话，你就是这个麦要对准这里，但是你也不能拿太高或者是拿太低，对，就是拿这个方向这样子。好，那你再重温一次。走在主播这条路上，会不会觉得很艰辛？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啊，都有它艰辛的一面，但是也有它快乐的一面。你为了当上主播付出了多少努力？我想就是基本的训练一定要的。对，那像一般我们在咬字啊，或者是说我们训练自己的表情动作，然后我觉得就是自己身为记者，然后要去做实地的采访，那采访过之后，你把你自己的经验可以融入，让你的主播播得更好。所以其实这是慢慢累积起来的，不是说一天就可以造成。因为大同国小这间核选参加的小小主播营的学生，拢是伫学校对着阅读充满热爱的自由学生。一方面爱看册，另外对着摄影、采访、加做主播嘛真有兴趣。因为阅读之优，然后平时也很喜欢看书，对主播这项行业也很有兴趣，所以想来参加看看。因为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学习到如何当主播。那你觉得当主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口条好。而第1天的课程，伫个最后各组的成果分享，不管是高年级或者是1、2年级，每一组表现拢真有成就。希望透过双方的合作，提供小朋友一个跨越学习的能力甲机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推动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